昨日16日傳出消息，俗稱牛肉乾的違例泊車罰款將上調至400元，另外超速等罰款亦計劃增加約50%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紹雄今早17日在電台表示，坊間消息即將獲得證實，形容這一變動雖不中不遠矣。他指出，這些罰款多年來未曾調整，而現今政府面對財赤，加價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提到，牛肉乾罰款從320元調至400元，這一調幅屬於溫和。他舉例提到，新加坡、倫敦及澳洲的違例泊車罰款可能是香港的10倍。當被問及違例泊車的情況是否因車位不足時，陳紹雄表示政府正在努力增加泊車位，並認為罰款會給車主帶來心理壓力，從而減少違例泊車的情況。此外，超速等罰款也可能增加約50%。陳認為這些罰款多年來未調整，在當前財赤的情況下，這是可以接受的。